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嚟收聽菜鳥學者，我係 Derek。阿 Cherry，今日我哋咧就要探討一個其實都幾令人不安，而且係非常重要嘅話題，就係點解有啲人咧係會殘害啲動物、虐待啲動物。咁我哋今日嘗試喺一個心理學嘅角度去解釋呢一種行為背後嘅可能原因啦。其實咧，根據研究咧，虐待動物呢種行為其實往往同其他形式嘅暴力行為係有關係嘅，甚至乎可能係未來暴力犯罪之前嘅一啲先兆、一啲徵兆咁樣啦。咁啊，我哋Cherry 今日可能就會幫下我哋去深入咁了解呢個問題啦。咁啊，Cherry 你會唔嘅嘢，會？咁當然只係一啲研究嘅分析啦，亦都係一啲 sample 得出嚟嘅結果咁樣。咁首先咧，有啲人會通過虐待動物咧嚟獲得個控制感。當佢哋咧喺生活入面咧覺得好無力，就會想虐待動物，令到虐待動物呢樣嘢咧成為佢哋嘅宣泄情緒嘅方式。咁其次咧，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情感嘅宣泄。對於嗰啲咧冇辦法有效處理負面情緒嘅人嚟講咧，虐待動物可能成為佢哋釋放壓力同埋憤怒嘅途徑。咁即係話動物咧，其實佢哋唔可能就係識嗌啦，但係唔識講嘢，唔識去尋求協助。但係當你虐待一啲冇辦法抗拒動物嘅時候，其實你可能就已經可以宣泄到佢哋嘅情緒咁樣。咁最後咧，特別係喺青少年同埋兒童入面啦，可能會其實係出於好奇心或者無知，佢哋可能唔理解一啲生命嘅價值，所以有時咧都會聽到係啲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咧去虐待動物嘅。咁可能呢啲咧都係只係出於探索嘅衝動啊咁樣咯。咁你聽起上嚟咧，其實都幾複雜下。咁其實呢啲行為同某啲心理障礙或者啲人格嘅特質會唔會有關係啊？例如咧反社會人格障礙啦嘅人，通常咧都會有一個缺乏同理心嘅，佢哋咧冇辦法感受到動物嘅痛苦啦，甚至咧可能從中咧獲得快感嘅。另外咧，有啲人咧可能會有啲虐待狂嘅傾向，對人哋產生痛苦嘅時候咧就可以獲得滿足感嘅。呢個嘅傾向咧亦都延伸到去虐待動物身上。仲有一種情況就係喺童年嘅時期啦，經歷過一啲創傷同虐待嘅人咧，都可能會將呢個暴力行為轉移到動物身上，作為一個情緒宣泄嘅方式嘅。其實咁樣令到我諗起一個都幾出名嘅理論，叫做 McDonald Threat。咁啊，佢提到咧虐待動物啊，或甚至乎啲人係縱火啊，甚至乎係即係一啲身體嘅失控嘅情況，例如佢會瀨尿嘅，或者尿床嘅。咁呢啲其實都係一種未來暴力犯罪嘅一種前兆啊。咁啊，我想問虐待動物響呢個即係同呢個理論會唔會都之間有關係，或者成立到呢樣嘢咧？可能都係有關係嘅。喺呢個理論咧，就係一個精神病學家啦，J.M. McDonald 提出嘅。雖然咧佢並唔係絕對嘅，但係有好多研究都顯示咧，虐待動物嘅行為咧，確實同未來嘅暴力傾向有關。例如咧，美國 FBI 嘅研究發現，有好多嗰啲連環殺手啊，喺童年嘅時候咧都有虐待動物嘅行為嘅。咁啊，其實咁聽起上嚟，其實都幾令人擔憂啊！因為如果社會出現呢一班人，咁大家可能都未必有所防範。咁如果真係出現咗呢啲問題啦，喺個社會度，我哋應該係點樣預防咧？嗯，其實虐待動物嘅行為咧，唔單止對動物本身造成傷害啦，亦都可能對於呢個社會咧產生深遠嘅影響。例如咧，佢可能會係即係家庭暴力啦，同埋其他形式嘅暴力行為嘅先兆嚟嘅。喺預防方面咧，早期嘅干預啊，早期嘅 intervention 係好緊要嘅。對於兒童同埋青少年虐待動物行為咧，我哋應該係要及時進行心理輔導啦，同埋教育，幫佢哋理解咧生命嘅價值。另外咧，加強呢個法律同埋政策都係關鍵嘅。有好多國家咧已經將虐待動物列為刑事犯罪啦，呢個有助於提高公眾對於呢一方面嘅重視。咁最後咧就係可能對於有虐待動物傾向嘅人提供心理治療或者行為矯正係好緊要嘅。尤其是咧，其實喺香港咧都有一啲法律啦、政策係可以保護啲動物嘅，但係其實遠遠係唔足夠啦。我哋都近排聽到
貓頭祭祀啊嗰啲問題啦。咁即係仲有呢啲事情嘅發生，仲要接二連三嘅話，咁真係話其實法律都仲係保護唔到一啲動物嘅。咁我哋作為人類啦，最高位置，我哋應該係需要去有呢個責任去保護佢哋咯。咁我哋即係自己作為即係有養動物嘅人嚟講，你覺得點樣可以令到殘酷虐待動物呢樣嘢喺我哋最基本嘅情況下係有 contribute 到俾其他嘅動物，即係例如做義工啊，同身邊嘅人去宣導呢一樣嘢。嗯，我哋之前咧其實都有做一啲即係聯署啊，咁希望咧可以促進到政府啊或者立法可以即係加強一啲懲罰虐待動物嘅條例咁樣啦。例如其實好多義工嘅工作啦都可以做嘅，或者一啲捐款啦，有啲可能救貓貓狗狗嘅團體咧，其實都好有心啦。即使佢哋即係可能工作啊喺香港咁繁忙嘅時候，佢哋都可以出一分力去做一啲拯救動物嘅行動。咁可能捐款啊，或者係真係身體力行啊，去幫佢哋咧，都係好重要嘅。嗯，好啦，咁通過今日即係 Cherry 同我嘅一種即係另類形式嘅討論啦，咁我都知道其實虐待動物行為背後其實有可能有好多種唔同嘅心理動機啊，或者一啲社會因素影響。咁啊，最後即係我哋都想呼籲大家，如果你身邊嘅人咧出現咗呢一種行為，請千祈唔好忽視佢，要適時咁去干預或者去幫助呢啲人，唔單止係能夠拯救咗好多動物嘅生命，亦都可能阻止到未來有呢啲暴力行為嘅存在。嗯，我都記得咧，之前有個朋友同我分享啦，佢話見到咧有啲小朋友咧攞啲石仔嚟掟嗰啲白鴿啊咁樣啦，因為即係通常啲白鴿好中意聚集咁樣啦。咁但係咧啲媽媽咧係唔識得，即係父母啦，唔識得去阻止佢哋啲行為啦。某程度上潛移默化咗啲小朋友唔懂得去愛護啲動物啦，亦都會有時候咧去，譬如好簡單去海洋公園，你見到啲父母即係都可以帶住啲小朋友都可以用閃光燈去影啲動物，已經講到明係唔可以咁樣做嘅。咁可能喺呢啲時候，我哋可能可以出下聲，即係可以提醒唔應該對動物係有傷害嘅行為，起碼喺呢啲細微嘅事情咧，去教好佢哋啊，或者係作為父母應該要教好小朋友要愛護動物咯。咁可能喺啲細微位就可以着手咁樣。好，咁多謝大家今日收聽菜鳥學者，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